上星期同大家介紹咗刑法典入邊有關用作犯罪物品嘅規定，今日會繼續同大家講一講，如果有關用作犯罪嘅物品係屬於第三人，應該如何處理。根據刑法典第102條第1款同第2款嘅規定，喺作出犯罪事實之日，又或者喺法院作出宣告物品喪失嘅時候，如果有關嘅物品唔屬於作出犯罪嘅行為人，又或者係受益人，原則上邊唔應該宣告喪失有關嘅物品。但係如果出現下列情況，法院仍然需要宣告喪失有關嘅物品。例如，物件嘅所有人曾經以可譴責嘅方式共同參與、使用又或者係產生有關嘅物品。物件嘅所有人曾經喺犯罪事實入邊取得有關嘅利益，又或者係物件喺作出犯罪事實之後先至被取得，而且取得人係清楚知悉有關物件嘅來源。例如，甲向租車公司租咗一部汽車，聲稱係用作搬屋所用，但實際上佢係用嚟運載有關偷渡嘅人員。咁由於有關嘅汽車係屬於租車公司所有，即係一個善意嘅第三人，咁所以法院就唔應該宣告有關嘅汽車喪失。